醫生唔會話俾你知肝臟同腎臟識得自我修復嘅奧秘。如果想肝臟同腎臟識得自我修復呢，前提係你要俾充足嘅蛋白質佢，因為蛋白質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因為我哋每一個細胞都係由蛋白質所組成，特別是如果你有傷口啊，或者要做手術啊，或者身體某個部分需要修復嘅時候呢，蛋白質都係扮演一個相當重要嘅角色。肝臟呢就好似一個勤力嘅工人咁樣，只要你俾足夠嘅原材料，即係蛋白質呢，其實佢就會幫你個身體修復得靚靚仔仔㗎。所以蛋白質係非常之重要㗎。至於腎臟方面呢，其實初期出現腎嘅問題嗰陣時候呢，其實都係需要蛋白質去做修復㗎，唔係話一開始患上腎病呢，就要完全停止攝取呢個蛋白質。呢個係一個非常常見嘅謬誤嚟㗎。咁至於如果腎臟去到一啲末期啊，又或者係一啲比較嚴重嘅狀況呢，就另作別論。所以啦，無論你係邊個，無論你幾多歲都好，都千祈唔好令自己肌肉流失得太多啦。食得正確，補充足夠嘅蛋白質，先至能夠使身體健康同埋有活力嘅。健康生活其實並唔困難嘅，由而家開始關注自己身體多啲啦。Wellness 101陪你一齊活得更加健康。